透社本周五引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国营企业中国石化集团已暂停了在俄罗斯的重大石化投资及天然气营销谈判项目。此举是听从了北京当局有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国际制裁日趋升级之际，需保持谨慎的指令。报道说，中方突然叫停这些潜在投资额高达5亿美元的俄罗斯项目，凸显西方严厉的制裁措施，甚至对俄罗斯最重要的外交伙伴中国也已造成了威慑。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回击任何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径。吴谦表示，台湾民进党当局企图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与台湾局势挂钩，而一些美国政客则以中国威胁论给予支持。他表示，台湾并非乌克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西方国家企图消灭俄罗斯，并说道，西方对俄罗斯宣告发起全面的混战。拉夫罗夫指出，欧洲政客们将希特勒德国时期被使用的全面战概念用于应对俄罗斯。拉夫罗夫提到，俄罗斯不能够被孤立，并说道，我们在世界各地有着许多朋友、盟友和伙伴。美国总统乔拜登看望了在波兰服役的美国士兵，并感谢他们的服务。拜登在乌俄战争背景下完成了在布鲁塞尔的接触后，昨天前往波兰，抵达热斯诺市。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陪同拜登访问。拜登随后前往波兰首都华沙，会见了波兰总统。据报道，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武器从匈牙利转运到乌克兰，并支持对俄罗斯实施天然气和石油制裁的请求。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军事行动的1个月之际，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3月24日再次表决通过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侵犯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国在此弃权，决议案于周四表决时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193个国家中140国投票赞成，38个国家弃权，5国投票反对。